各位，大家平安。好多人一聽到風水呢兩個字，即刻就擺擺手，先入面諗，哎呀，嗰個係迷信嚟嘅，甚至覺得自己好鐵齒，乜都唔信。我同各位講，將風水當係迷信，係大錯特錯。風水根本唔係迷信，風水係乜嘢？風水就係最樸素嘅環境學，係最根本嘅活理學。溫此六面擺嘢，絕對唔可以隨便亂擺嘢。而家好多年輕人，仲有外面嗰啲所謂室內設計師，完全唔明白陰陽五行呢個道理。佢哋裝修屋企嘅時候，覺得嘢呢個擺件睇落口成，嗰幅掛畫非常有藝術感，呢個古董一定好值錢。佢哋以為係靚，以為係吉時，結果呢，擺錯咗位置，買錯咗嘢。嗰個成一唔啱，屋企嘅氣即刻就跟住大亂。我曾經去過一個客戶嘅屋企睇風水，我啱啱踏入佢屋企大門，我就覺得嗰個空間嘅氣場非常唔啱，有一股陰森森嘅感覺，令人由心底之發毛。我轉頭就問呢個客戶，你最近係唔係生意一落千丈，而且每晚瞓覺都老係做噩夢呢？佢一聽，瞪大眼睛望住我，驚愕，老師真係神啊，您點會知嘅？我冇多講，直接指住佢客廳角落裏面擺咗一個奇形怪狀嘅面柱。我講，因為你屋企擺咗呢樣嘢，嗰個面柱係乜嘢？係一個表情非常猙獰嘅城。你尾兒喺蛙似語如出出，你眼睛雖然冇刻意去注意佢，但係你大腦個潛意識已經將呢個凶惡猙獰個信號接收咗落去啦。喺易經同風水裏面呢個就叫做個相。當呢個恐怖嘅相已經成立咗，嗰股唔好嘅氣就開始喺呢個空間裏面凝聚。你擺咗一個凶惡嘅相，屋企自然就有咗凶惡嘅氣。由嗰一刻開始，嗰個家仔就開始唔啱啦。家人經常吵交，屋企充滿咗不和之氣，工作事業上處處唔順利，好多嘢都會變得非常唔自律。有一句風水俗語講得好透徹，客廳掛個沙山虎，全家意自苦。我同各位講，首先第一樣絕對唔可以擺喺屋企嘅，就係嗰啲蒙獸嘅圖畫。好多人尤其係做生意嘅主管老闆非常有呢種迷思，佢哋好中意呢女畫，覺得掛起嚟非常有面子，好氣派。喺客廳正中央掛一隻張牙舞爪嘅老虎，或者掛個獅子、獵豹，甚至係展翅嘅老鷹。佢望住呢啲畫，覺得自己非常有氣勢，好似個王者一樣，可以鎮住全場。我告訴你，有呢種諗法係大錯特錯，大錯特錯。我以前去睇過呢個開公司嘅大老闆，嗰個坐喺老虎嘴邊嘅老闆，生意做得非常大。我去佢公司辦公室睇風水，一推開門，嗰個辦公室真係氣派得不得了，裝修得金碧輝煌。結果呢，我一進入去，客人見到佢嗰張大辦公桌嘅正後方掛咗一幅非常巨大、畫得栩栩如生嘅下山猛虎圖。嗰隻老虎嘅眼睛瞪得好似銅鈴咁大，正望住前方，即係話呢隻老虎正死死地盯住呢個老闆嘅後腦勺。我一睇呢個格局，忍唔住搖頭。我自己坦白同佢講，老闆，你呢個事業做得一定非常辛苦，而且我敢大膽斷定，你嘅下屬同你絕對係離心離德，冇人係真心想幫你嘅，甚至公司裏面仲有人喺暗中想害你。我有講錯咩？嗰個老闆當時一聽，嚇咗一大跳，手裏端住個茶杯差點都冇拿穩。佢驚訝地講，老師真係神啦，您點知嘅？我而家就係覺得，唔單止外面市場嘅生意好難做，公司裏面更係亂成一團糟。下面幾個副總都喺暗中搞鬼，互相算計。佢問我點嘅，我會知。我講呢個仲使問咩？你背後呢幅圖掛錯咗咯。各位聽好，嗱，風水裏面係講究非常多細節嘅，
就拿老虎嚟講，有上山虎，仲有蛇山虎。蛇山虎到底代表乜嘢相？你諗下，老虎到底幾時先會上山？一定係肚餓咗，又落山野時咯。撒班就要有人嘅，就要見角嘅。呢個喺風水磁場上代表乜嘢？呢個代表你呢個人永遠都喺為咗下一筆生意奔波勞碌，永遠處於一種飢餓匱乏嘅狀態裏面，而且你周圍充滿咗鬥爭同血腥之氣。最可怕嘅係你坐喺呢隻老虎前面，佢就喺你背後死死嘅盯住你。嗰個相就叫做芒刺在背，呢個就好似有個陰險嘅小人，甚至係有個冷酷嘅殺手，隨時隨地匿喺背後，準備有咬你一口，捅你一刀。你試諗下，你公司嘅員工行越你辦公室，一眼就見到你背後嗰隻有塞人嘅老虎，佢心裏壓力有幾大？佢見到你就好似見到嗰隻老虎咁，心理驚都嚟唔切，神意提心吊膽，邊個仲敢同你同心協力打拼嘅？對唔對？家裏掛猛獸，夫妻曾嘈人，嗰個老闆係將老虎掛喺辦公室，直接影響到佢嘅事業同團隊。如果你將呢類猛獸圖掛喺自己屋企呢，道理係一模一樣啊！你喺客廳掛呢個屋企嘅氣場，瞬間就充滿咗鬥爭，充滿咗肅殺之氣。本來夫妻兩個人放工返嚟，好好坐喺梳化上睇睇電視，傾傾偈，氣氛應該係好融洽嘅。結果牆上掛住一隻老虎或者老鷹，嗰股鋒利之氣一直向外散發。喺呢種磁場間有下，大家嘅脾氣不知不覺就會變得非常暴躁，動唔動就為咗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嘈交，口角不斷。情況嚴重嘅，仲會直接影響到身體健康，因為嗰股強烈嘅殺氣長此衝住你，你嘅神魂係好難安穩嘅。尤其係屋企嘅男主人，首當其衝，喺事業上會變得非常唔順遂。每日喺外面做得要死要活，結果仲處處碰壁，遭人算計。所以各位一定要牢牢記住呢類猛獸嘅圖畫，唔理係老虎、獅子，定係嗰啲睇落好兇狠嘅老鷹抓小雞，只有係畫面上睇落去具有攻擊性嘅，通通唔好掛喺屋企。咁一定有人會問，老師，咁我劇廳總有掛啲嘢咯，牆壁光禿禿嘅，好難睇嘅。好簡單咯，你可以掛幅優美嘅山水畫，但係掛山水畫都係有講究嘅。你有仔細睇嗰幅畫裏面嘅水流方向，水代表財，水絕對唔可以往外流，往大門和窗戶方向流就係漏財。水要流向你屋企裏面，呢個格局先叫做財源滾滾。畫嘅背後又有高聳嘅山峰，嗰個叫做坐夜有靠山。或者你都可以掛一幅馬到成功，話你個馬係奔騰嘅，睇落去非常有活力。而且最重要嘅係，馬係實草嘅動物，佢唔係實有嘅兇惡猛獸，佢代表嘅係積極向上奔跑前進嘅力量。呢類畫係可以掛嘅，佢能夠為你屋企帶嚟充足嘅陽氣同源源不絕嘅動力。各位，我哋前面講完咗牆上掛個畫，而家又將視線往下移，嚟睇睇你哋屋企客廳嘅茶几、陽台，仲有電視櫃。好多人生活過得雅致，中意喺屋企種啲綠色植物，覺得咁樣可以淨化空氣，仲可以陶冶性情。種植物好唔好？當然好。喺風水學上，植物代表住木氣，係生發之氣，處理得當絕對能旺家運。但係凡事都有個但係，如果你種錯咗品種，嗰個生發嘅志氣瞬間就會變成刺穿揸仔安寧嘅利刃。呢個就係我有講嘅第二個屋企絕對唔可以留嘅隱形地利、仙人掌，以及所有渾身長滿尖刺嘅植物。而家坊間流傳咗一種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話
根深蒂固嘅錯誤觀念。好多人抱嚟問我，老師，人哋都話仙人掌可以防小人，係唔係真嘅？我喺辦公室台上、屋企客廳擺依盆，係唔係就可以將嗰啲扯後腿嘅壞人通通刺走？我同各位講，呢種諗法實在係糊塗過。喺風水嘅正統理論裏面，呢種做法有一個專業名詞叫做鬥煞。咩叫做鬥煞？顧名思義，就係你用一個極度兇狠、帶有殺氣嘅嘢去對付另外一個壞來嘅殺氣。呢種方法就好似你為咗防賊，於是喺自己屋企客廳正中央架設咗一台機關槍，甚至埋咗一排地雷。賊仔敢唔敢嚟？或許唔敢啦，但係最先受傷、尾而提先吊彈過兒子嘅係邊個？係你自己，仲有你最親愛嘅家人咯。你哋靜下身嚟仔細諗下，渣應該係乜嘢樣嘅地方？渣係避風港，係講圓融、講和氣嘅地方。所謂渣和萬事興，呢個和指嘅就係氣場嘅平順與柔和。結果呢，你偏偏又喺屋企嘅茶几上、窗台上擺個渾身都係尖刺嘅嘢。我哋前面先講過上嘅觀念，上人掌嘅上係乜嘢？就係刺，就係尖銳，就係拒人於千里之外嘅防禦同攻擊。你將呢個相擺喺客廳，整個屋企嘅氣場瞬間就改變咗，本來柔和嘅氣場變得充滿咗無情嘅尖刺。人長年累月待喺呢種充滿刺嘅磁場裏面，潛移默化之下，人嘅性格脾氣不知不覺就跟住變咗。結果會發生乜嘢事？最直接嘅反應就係家人之間講嘢開始變得句句帶刺，本來係好平全嘅關心，講出嚟嘅說話卻好似帶住刀鈎一樣，能夠將人傷到鮮血淋漓。比如講，做太太個本來只係想問一句，老公，你點解咁夜都仲未返嚟？受到呢種尖銳氣場嘅影響，一開口就變成咗，你死咗處邊啊？將屋企當旅館係唔係？老公喺外面辛苦一日，本來想好好食頓飯，太太辛辛苦苦煮好咗，喊一句飯煮好啦，快啲嚟食。遭到磁場干擾，脾氣一上嚟，脫口而出嘅變成實唔實由你唔實就算。各位呢個就叫做互相傷害。你本來買呢盆仙人掌係想防外面嘅小人，結果呢，外面嘅小人仲未防到，你就係先將屋企嘅老公、老婆、親生故友通通當成小人嚟防，當成仇人嚟刺咗。喺呢種充滿戾氣嘅環境下呢，個家點可能會和睦呢？本來夫妻感情好好嘅，擺咗仙人掌之後，就開始為咗一啲芝麻綠豆咁大嘅小事，天天嘈交，邊個都唔讓，邊個非有爭過你死我活。而且我告訴各位，受影響最深、最明顯嘅，絕對係屋企嘅細路仔。點嘅？因為細路仔嘅氣場最恬靜、最敏感，佢哋對環境嘅感知力比大人強太多啦。因此，如果長時間擺放呢類帶刺嘅節目，細路仔往往會變得非常叛逆。你呢個做父母嘅，口先口意講佢一句，佢可以好似實咗炸藥咁頂你10句返嚟，處處同你唱反調，處處同你頂嘴。好多家長跑嚟我投訴，老師，我哋屋企細路以前好乖嘅，點解到咗青春期變得好似刺蝟咁，碰都碰唔得？我催佢哋屋企一睇，好家伙，細路書桌前就擺住一盆巨大嘅仙人掌。我講，你自己弄咗一個戰場喺屋企，讓孩子每日對住一堆刺讀書，佢點可能唔變成刺蝟？點可能唔同你打仗貴？講到呢度，一定有比較懂變通嘅會舉手發問啦。老師，既然你將仙人掌講得咁可怕，嗰啲風水書上寫嘅防小人，難道全都係騙人嘅咩？呢樣嘢係唔係？
你試到絕對唔可以賣，都唔係咁絕對嘅。風水之理講究嘅係變通同時機。仙人掌呢樣嘢，佢就好似一帖網藥，甚至可以話係一把雙面刃。又用佢必須睇準時機。咩時機？就係當你非常確定你此時此刻正在遭受強烈嘅壞殺攻擊嘅時候。比如講，你而家喺工作上真係有個明目張膽嘅小人，天天喺老闆面前幫你穿小鞋，做由生事，擺明就係有整死你。或者你而家被捲入咗一場非常麻煩嘅官司，係非斗份口明確，錦談上門啦。當呢種實在嘅殺氣逼近你嘅時候，呢個時候你可以去花市買一盆仙人掌返嚟。但係重點嚟啦，請各位一定要豎起耳朵聽清楚。買返嚟之後，絕對唔可以擺喺客廳嘅茶几上，更加唔可以擺喺辦公桌上對住自己。嗰個唔就防小人，嗰個就引刀自宮，自我毀滅。正確嘅擺法係乜嘢？你必須將佢放喺陽體嘅最邊緣，或者係窗體上，而且又讓佢嗰啲尖銳嘅刺朝向外面，朝向嗰個煞氣嗰個小人所在嘅方向，或者單純朝向屋外。呢個動作喺風水上先叫做將小人刺走，將壞煞擋掉。而且仲有一條最關鍵嘅使命令，都係90%嘅人都會犯嘅致命錯誤。一旦你嘅事情解決咗，嗰場官司你打贏咗，或者嗰個整你嘅壞人終於被調出別嘅部門咗，各位你千祈要記住，你渡過難關之後嘅第一件事，就係有毫不猶豫咁將呢盆仙人掌丟掉，或者將佢送到深山野嶺裏面去。千祈唔好捨不得。好多人有一種好差嘅習慣，覺得嘢呢，憑仙人掌幫我擋咗災，係大功臣該，而且我養咗佢大半年，天天連水都有感情啦。長得中幾口嘅就繼續留喺陽體當觀賞接娛樂。各位，你有個鬼感情啊？你喺同一把松刺談感情咩？真正能旺家住財嘅植物，一定有符合一個原則：圓潤、寬闊、生機勃勃。你去花市有揀嗰種葉片係圓成嘅、闊葉嘅，睇落去綠油油、充滿生命力嘅植物。比如講寓意極好嘅發財樹，或者係葉片厚實、圓潤嘅尊子蘭、萬年青、黃荊果。呢啲植物嘅上係乜嘢？係圓融，係生發，係源源不絕嘅財氣同生命力。你將呢類植物擺喺客廳嘅角落或者玄關嘅明財位，屋企嘅氣氛自然就會跟住和諧起嚟。你未至返到屋企，見到個大大嘅圓圓嘅葉子，翠綠嘅，你望住心裏就舒服，胸口就覺得寬敞亮堂。喺呢種柔和充滿生機嘅氣場籠罩下，依家人講嘢自然和氣，脾氣自然溫和，揸好咗財神爺先會願意越門，大家嘅財運、事業運先會好似呢盆節目咁欣欣向榮。千祈唔好自己冇事做，非要喺美口嘅渣仔裏面擺個鬆氣嚟折磨自己，好冇？陰氣越滯，與鳩煎雀巢，鼓動於睡房神上嘅致命危機。而家好多長輩大半輩子辛苦打拼，手頭上終於有啲積蓄啦，或者有啲事業有成嘅年輕人，想要展現自己嘅品味同文化底蘊。佢哋平時冇事就中意去逛古董市場，去潘家園、拍賣行，或者係地攤上淘寶，覺得買個古董花瓶、舊嘅青銅器，或者係雕工精美嘅古魚擺喺屋企，打上一盞射燈，哎呀，睇落去真係好有格調，好有面子。我嚴肅嘅告訴各位，呢個所謂嘅品位，如果弄唔好，係會有咗你哋全家老小命嘅。
呢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我哋又有一個非常基礎但係極度重要嘅物理觀念，物質係會記憶信息嘅。乜嘢意思？呢個實體嘅嘢，佢喺某個特定嘅空間、特定嘅環境裏面待耐咗，佢就會深深地沾染上嗰個地方嘅氣場、磁場。我俾大家打個最通俗嘅比喻，呢個就好比你拿住一塊海綿去吸水，如果呢盆水係清澈甘甜嘅，海綿濕飽咗，佢擠出嚟嘅水就係腥嘅、乾淨嘅。但如果呢盆水係發臭嘅、有毒嘅髒水呢，塊海綿濕進去，佢本身都變成咗一塊毒海綿。各位，你哋用膝蓋諗一諗，市面上流通嘅嗰啲古董，尤其係嗰啲年代久遠嘅陶器、銅器、玉器，佢哋到底係喺邊度待咗幾百年、上千年？佢哋係由邊度嚟嘅？絕大多數都係由地底下個古墓裏面挖出嚟嗰啲嘢，全都係古人嘅陪葬品啊！羊在變陰在，屋企個細路仔絕對先遭殃。我哋何人住嘅房子叫做陽宅，陽宅最需要嘅就係充沛嘅陽氣。你弄一個極陰嘅嘢入嚟，呢個家嘅陰陽瞬間就失調咗。陰陽一失調，通常第一個出大事嘅絕對係屋企嘅細路仔。點解？因為細路仔嘅身體仲未發育完全，佢哋身上嘅陽氣係最弱嘅，而且佢哋嘅靈體最敏感。民間常講，細路嘅天眼仲未完全閉合，大人神經大條，感覺唔到嘅陰氣，細路仔第一時間就會感受到。如果你屋企擺咗呢啲來路不明嘅救活件，你一定會發現幾個症狀。第一，屋企嘅小孫子、細路仔到咗晚上就莫名其妙嘅發燒、喊鬧，點哄都哄唔住，晚上瞓覺極度唔安穩，總係做噩夢驚醒，甚至會指做屋企冇個空蕩蕩嘅角落，喊做同你話好驚嗰邊有人。大人嘅身體都開始節轉節下，莫名嘅偏頭痛、骨頭當痛、畏寒怕冷，一大堆毛病全跑出嚟咗，就去醫院做全身檢查，抽血做 X 光，西醫同你講一切正常，查出乜所以人嚟。第三，整個家族嘅事業運、財運好似滑梯咁一路狂跌，屋企生意一小撮，戶役一大撮，搞得雞喘不寧。我親自處理過太多呢類案子啦。有一次，我去一個病人嘅屋企睇風水，呢個病人陳毅同我抱怨，話佢最近每日都頭痛欲裂，而且全身發冷，就好似冰塊貼住骨頭上咁，什麼中藥西藥都冇用。我一睇住佢屋企嘅客廳，好家伙，佢嗰個豪華嘅博古架上，正中央端端正正地擺咗一個漢大嘅陶俑，嗰種剛出土唔久嘅濃烈土腥味、陰寒之氣，好似都仲未散乾淨。我當時臉色一沉，指住嗰個陶俑講：先生，你呢個嘢一請月門，屋企就等於多咗一個陰嘅人。你呢個陽宅裏面住住陰靈，你個人點可能會安寧呢？佢一開始仲好鐵齒，同我爭辯話：老師，唔可能啊！呢個係我喺拍賣會上花咗幾十萬提幣標返嚟嘅真品鞋。我語氣非常嚴厲地回佢：我唔理你花咗幾十萬定係幾百萬，陰氣就係陰氣，殺氣就係殺氣，佢唔理你花幾多錢，你就立刻將佢移出屋企門外，去放喺外面嘅倉庫試一個禮拜睇下。佢半信半疑就照做咗，結果呢，唔出一個禮拜，佢打電話嚟同我道謝，屋企嘅情況即刻好轉，佢個頭完全唔痛咗，身體都暖和咗，本來每晚半夜喊鬧嘅細路仔都乖乖瞓到天光啦。呢個就係鐵錚錚嘅證據。當然一定會有人問，老師，就你咁講，所有舊嘢都唔可以留咩？咁我阿公傳落嚟嘅月批點算？有一種情況係例外嘅，如果係你挖似祖祖輩輩傳落嚟嘅傳世之寶，嗰個就完全唔同，因為佢承載嘅
係你哋挖似祖先嘅氣，係自己血脈親人嘅氣。祖先係會保佑子孫嘅，嗰個能量係正向嘅，係慈悲嘅。如果有人講，老師，呢個古董係我最好嘅朋友送嘅，或者我真係花咗好多錢，實際捨唔得扔，有冇救命嘅補救方法？只有一個補救嘅辦法，你不需去準備一串真正嘅護地錢懸掛或者擺放喺呢個古董嘅旁邊。點解一定要用護地錢嚟鎮宅？因為護地錢儲嘅係大清帝國國力最鼎盛、最強勢嘅5個皇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喺嗰100幾十年嘅時間裏，係整個時代國運最昌隆嘅時候，匯聚咗天地人三才最旺盛嘅純陽之氣。我哋就係有借用呢股至剛之陽嘅帝王之氣，去狠狠壓制，去化解嗰啲由古董裏面散發出嚟嘅陰邪晦氣。但各位又知啦，呢個已經係冇辦法之中嘅最後辦法啦。最後還係盡咗請出屋企門。好多長輩心理非常虔誠，覺得佛菩薩太慈悲啦，我想日日夜夜都陪伴做菩薩，於是就將佛像、觀音像甚至關公像直接請入咗自己嘅睡房，擺喺床頭櫃或者梳妝台上。佢哋心裏諗，菩薩喺床頭望住我，可以保佑我瞓得安穩，唔會做噩夢，呢個幾好㗎。我同各位講，你有呢種諗法係犯咗偷天大罪，呢個喺風水同宗教上都叫做大不正。呢個唔單止唔會為你招嚟福報，反而會為你招嚟極大嘅災禍。你哋必須曉得一個宇宙運行嘅鐵律，神明、佛菩薩，他哋係神聖嘅象徵，係宇宙間最純粹嘅純陽之體，最純正嘅能量體。你要供奉他哋，就必須展現出你絕對嘅公正先。你一定要將他哋安放喺墓企裏面最尊貴、最乾淨、氣場最流通嘅位置。屋企邊度先係尊位？通常係客廳一入門斜對嗰個住氣方，或者係屋企獨立嘅神明廳，透天厝嘅最頂樓。嗰個空間必須有明亮、有整潔，又有呢個獨立嘅清靜嘅環境嚟供奉，呢個先叫做真正嘅尊敬。咁你仔細諗下，睡房到底係乜嘢地方？睡房係你每日瞓覺嘈生嘅地方。你喺睡房裏面可能會衣冠不整，甚至呢度仲係夫妻之間行租公之禮親熱嘅私密場所。所以睡房嘅氣場品質上係非常私密嘅，甚至喺神明嘅眼裏，佢係比較渾濁嘅，帶住有體欲望嘅。你將你心中最神聖、最清淨嘅火菩薩像，硬生生地放喺呢個最私密、最唔清淨嘅地方，呢個就好比乜嘢？就好比你親自落鐵，請咗一位身份最尊貴、最受人敬仰嘅貴客嚟到你屋企作客。結果客人一入門，你唔請佢最客廳作上位，反而讓佢最睡喺你屋企廁所旁邊，或者讓佢眼睜睜睇住你每日換來衣服。各位，你捫先自問，如果你係呢個客人，你會高興咩？神明唔單止唔會保佑你，反而會覺得你呢個人非常無禮，極度傲慢，根本冇將滿天神佛放喺眼裏。但呢個終唔係最可怕嘅後果，最可怕嘅後果喺風水上叫做鳩佔雀巢。你只人做咗呢種大不正嘅行為，精神同菩薩係絕對唔會降臨到嗰個神像裏面嘅，因為擺放嘅地方唔啱，氣場太混濁咗，精神受唔了嗰股污穢之氣，他哋轉頭就走喇。但係你花錢請返嚟嘅嗰個神像嘅空殼，佢仲硬生生地擺喺你牆頭角。各位呢個法則係好現實嘅，憎神嚟邊個會嚟？周圍嗰啲遊蕩嘅孤魂野鬼，一啲唔好嘅邪靈陰神，他哋經過你屋企一睇，
呢個位置好嘅，有神上嘅殼可以住，每日仲有呢個傻瓜點香供奉，有香火可以熄實，而且呢個地方仲咁私密，唔會被外面嘅陽光打擾。時令一睇呢個神像裏面冇真神坐鎮，佢立刻就鳩戰作巢，直接鑽肉吹住落嚟啦。你每日走上此場，晚上瞓覺前對住嗰尊神像虔誠地磕頭膜拜，你先你以為你喺拜大慈大悲嘅佛菩薩，結果呢，你拜咗乜嘢恐怖嘅陰靈鬼怪而嚟，你都唔知。呢個就係好多老人家精神錯亂重視嘅最根本原因。呢個烏企唔出大事才怪啦。到咗最後，你精神開始出現幻覺，身體莫名其妙，長夜加運，一路敗壞到底。你仲喺嗰度哭天喊地，唔知到底係做咗乜嘢。我曾經去睇過一個老太太嘅屋企，呢個老太太每日念經拜佛，結果越拜身體越差，整個人骨瘦如柴。晚上仲老係同家人講，房間裏面有怪聲音喺度同佢講嘢。我行入佢間房一睇，差啲就暈低。佢個神像就直擊擺喺牆位，嗰對眼睛死死嘅盯住佢嗰張牆。我氣得當場拍台講：老太太啊，你呢個係喺度供佛咩？你係喺度簽字供鬼攞。所以各位切記，神像佛像絕對唔可以放喺睡房裏面。各位講完咗會招陰嘅古董同擺錯位置嘅神像，我哋而家嚟講大家最關心嘅嘢，錢財。講到巧仔，好多開門做生意嘅老頭家，或者係想喺屈企固住財富嘅，都非常中意擺放一種神獸。呢個有挖出嚟嘅地理，我哋就嚟講講呢個招財嘅貔貅。好多人都知貔貅呢個瑞獸嘅招財能力係非常強嘅。點解佢招財能力咁強？因為喺風水傳說裏面，佢有一個最致命同時又最獨特嘅特點，叫做有口無肛，只進不出。佢天生就係是金銀珠寶嘅，但係佢個身體構造冇排泄嘅地方，所以啊，呢啲吞進去嘅金銀財寶喺佢肚子裏面嘅錢財只會越來越多，永遠唔會漏出嚟。呢個喺我哋傳統觀念裏面係一個非常好嘅守財統住財嘅兆頭。因為呢個好寓意，所以好多做生意嘅人，開公司嘅老闆都非常中意喺辦公室或者乜企擺上一對貔貅。但係各位咯，神獸請返戶企擺放嘅位置可係有大學問嘅。如果你擺錯咗位置，招財神獸瞬間就會變成令你傾家蕩產嘅破財兇手。各位有牢牢記住一個風水上嘅鐵律，呢一句說話你哋最好拎筆記落嚟，叫做財不入戶門。財神爺也好，招財嘅神獸也好，財富呢樣嘢天生就中意乾淨明亮氣場好嘅地方。咁你仔細諗下，你屋企裏面氣場最渾濁最污穢嘅地方喺邊度？毫無疑問就係廚房同埋衛生間，即係廁所。點解招財嘅貔貅絕對唔可以放喺廚房同廁所嘅旁邊，甚至唔可以正對住呢兩個地方？我哋先講廚房。廚房係乜嘢地方？嗰個係美意開火煮飯嘅地方，充滿咗油煙同可造之氣。你每日喺裏面炒菜，嗰個油煙彌漫喺空氣入面，嗰股火氣非常旺盛，導致整個空間嘅氣場係非常足嘅。衛生間就更加唔使講啦，嗰個係我哋人體排泄嘅地方，係名副其實藏污納垢嘅場所，都係整棟房子濁水匯住嘅陰暗角落。你如果花咗大錢，將一個專門幫你由外面有錢入嚟嘅珍貴神獸，隨便咁放喺廚房或者衛生間旁邊，甚至直接放喺裏面，咁會形成一個乜嘢樣嘅相？我俾各位打個非常寫實嘅比喻，呢個就好似你係帶兵嘅大將軍，你派咗一個威風凜凜嘅手下去前線幫你打仗，結果呢，你唔單止唔俾佢糧草時，
你仲讓佢天天晚上睡喺臭氣沖天嘅垃圾堆裏面，你覺得佢先你會點諗？佢仲會有士氣去幫你打勝仗咩？佢自己都快被嗰股烏煙瘴氣嘅活活酸早咗啦，點可能仲會心甘情願咁幫你遭罪？呢個係絕對唔可能嘅咯。貔貅本身純淨嘅靈氣會被廚房同廁所呢啲污穢之氣幾徹底沖刷掉。佢帶喺呢種糟糕嘅環境裏面，唔單止唔能夠幫你周濟，好可能仲會讓你嚴重破財。點解會破財？因為佢尾而待喺嗰個地方，眼睛接觸到嘅、氣場感應到嘅，全部都係耗損同排泄嘅相，萬物相應。你嘅錢財、你嘅家產都跟住呢股氣場，好似流水咁被耗損排泄的一乾二淨啦。我哋如果由更高深嘅中醫五行學理上嚟講，貔貅呢種神獸主嘅係金氣。廚房天天開火屬火，衛生間天天沖水屬水。火會克金，水會泄金。廚房同衛生間呢兩個地方，本嚟喺居家風水裏面就係一個水火相沖嘅極絕，係屋企氣場最唔穩定、最容易引發是非嘅地方。你將一隻五行屬金、無比嬌貴嘅財獸，硬生生嘅放到呢個水火交戰嘅危險是非之地，嗰個唔係等於將佢推上戰場嘅送死咩？神獸一死，你嘅財富自然就跟住崩塌啦。咁好多人聽到呢度就知啦，老師，咁我買返嚟嘅貔貅到底應該點擺？擺喺邊度先啱？你聽好，貔貅最好嘅位置就係安安穩穩咁放喺你哋屋企客廳嘅明財位上，或者直接讓佢對住你屋企嘅大門同窗戶。但係喺擺放嘅時候呢，度有3個你必須嚴格遵守嘅使命令，錯一個都唔得。第一個使命令，頭一定要朝壞，貔貅嘅頭一定要朝向大門壞，或者朝向窗戶壞。呢個代表乜嘢？呢個代表你放佢出去，幫你將外面市場上嘅錢、別人口袋裏嘅錢狠狠地舀返嚟，放入你嘅財富裏。千祈唔可以將貔貅嘅頭朝內對住屋企。如果頭朝內，嗰件事就大條啦。佢天生就係有錢嘅，頭朝內，咁就變成轉過頭嚟狠狠有你自己屋企人嘅錢啦。呢個喺風水嘅角就叫做嚴重嘅散財，你賺再多都唔夠佢有。第二個使命令，絕對唔可以對住鏡子。好多人中意喺玄關放穿衣鏡，順便旁邊擺對貔貅，大錯特錯。鏡子喺風水裏面會產生光煞，佢會折射出一個虛幻嘅相。如果你個貔貅正對住鏡子，鏡子裏面就會反射出另外一隻貔貅，本來一隻幫你周濟嘅神獸，會以為對面嚟咗一個搶地盤嘅敵人，咁就會變成2隻貔貅喺度互相對咬，搞內鬥，佢哋自己都打得不可開交啦，仲有咩閒功夫去外面幫你招財？呢個會導致你公司內部股東唔和，或者屋企兄弟為咗錢財反目成仇。第3個使命令，眼睛同嘴巴絕對唔可以被遮擋。貔貅有點把錢，佢係靠嗰對銳利嘅眼睛去尋財嘅，佢到錢返嚟又點吞入去，係靠嗰張大嘴巴去吞財嘅。但係我就見過有啲人聽信咗外面唔懂裝懂嘅江湖術士喺屋企嘅貔貅身上掛咗太多慈符嘅紅布，甚至連紅絲帶都將貔貅嘅眼睛同嘴巴都蒙住晒。你將佢嘅眼睛蒙住，佢點睇得見外面嘅金山銀山？你將佢嘅嘴巴綁住咗佢，就算到咗錢，又點幫你吞入嚟？呢個唔係自斷財路咩？各位，呢啲睇落去都係唔似影嘅小細節，但係細節裏面往往就藏住能夠決定你生死成敗嘅大學問。所以講，各位喺居家環境嘅加減告示上，千祈唔好憑住自己個感覺想當然，你隨便擺放嘅每一樣嘢，佢喺無形之中都有佢嘅相，
都有佢必須遵循嘅理。只有你真正明白咗呢個天地陰陽嘅理，你就會非常清楚嘅知道乜嘢嘢係絕對可以擺嚟招好運嘅，乜嘢嘢係如同毒藥一般絕對唔可以碰嘅危險品。只有你能夠將屋企呢啲成個理順咗，你屋企嗰個氣自然而然嘅會跟住旺盛起嚟。